歡迎收看客家苗路學人，每日一項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范祖明老新族人將讓溫課，參加8月17號強下兩節移民苗見苗，236年播種天移民節，用淡淡相傳台川，該開談儀式正式展開移民文化祭典活動，范副主委講，最先代表主委顧小輝是夢新族人政府。移民苗老論切入主強下3萬期盼，發讓亞項本文化鋪派入國家重要民俗界祭典，呈現超過200年嘅客家文化，長戲典歌、表水典、食湯糜、開談風範等，也都儀式做下係對民生嘅上每界。今日第190年嘅移民節文化祭典，今年遵照多元跨界、老傳統現代結合嘅想法為基項。呈現社台互相結合嘅熱情發動力，以上係客家苗路學人嘅報道。撒下來愛教大家基本嘅嘅每日嘅行義就係開談風範，開談風範，開談風範係一種客家民俗活動，開談風範係一種客家民俗活動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將來了。